港人置業大灣區，大灣區置業首選中山。今日喺公司度同香港客戶配盤嘅同時，同大家錄一條片，同大家講解下我哋貝殼找房有8大安心服務承諾。咁其中一條比較關心嘅交易唔成、佣金全退嘅一啲細則。如果你想喺中山買樓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萬一最後交易唔成，已經俾咗嘅佣金會點？相信呢個係好多港澳朋友最擔心嘅問題。其實好多港澳朋友第一次上嚟買樓，最擔心唔係樓盤靚唔靚，而係交易風險。例如睇啱咗樓，簽咗合同，開始辦手續之後，因為雙方協商、政策嘅變化或者其他原因，最後交易冇辦法繼續，咁之前俾出去嘅佣金會唔會打水漂？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呢筆錢係咪追唔返？正正因為有呢種擔憂，所以唔少人一直唔敢落嚟決定買樓。其實如果你通過貝殼平台成交，就有一項好多人未必知道嘅服務承諾：交易唔成，佣金無理由全額退還。簡單理解就係，如果最終未能成交辦理過戶手續，只要符合承諾條件，已經支付嘅中介佣金就可以全額退還。呢度講嘅佣金係指中介服務費。如果係已經代繳嘅第三方嘅費用，例如評估費呢類，就唔屬於退款範圍啦。咁邊種情況可以退呢？例如第一種，買賣雙方協商之後一致決定唔繼續交易，並簽署解約協議書，提供相關資料備案嘅。第二種，如果房屋買賣合同或者相關協議經法院生效判決或者調解確認解除，同樣符合條件，都可以申請退款。換句話講，只要符合貝殼服務承諾嘅規定，交易最終冇完成過戶，佣金都可以全額退。呢一點對於異地置業嘅港澳客戶嚟講，確實可以減少好多顧慮。其實交易唔成，佣金無理由退，只係貝殼服務中心嘅其中一項。貝殼仲有例如真房源、房款資金保障、假房源賠付等多項服務承諾。目的都係希望令每一位客戶由睇樓、簽約到成交，每一步都安心。尤其係港澳客戶未必成日可以親身過嚟，有一套比較透明、完善嘅保障機制，買樓自然更加放心啦。買樓本身就係一件好大額嘅事情，決定好重要嘅事情，冇人想交易失敗。但更加重要嘅係，當意外發生嘅時候，有冇一套保障機制可以幫你減少損失。所以北上置業唔單止要睇樓盤，更要睇平台有冇完善嘅服務保障。如果你想了解中山邊個區域適合港人居住，或者想知道貝殼仲有邊啲安心服務承諾，都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我。我會繼續分享更多港澳朋友北上置業實用嘅資訊，幫大家買得明白，住得安心。OK，係咁先，下期見啦。